在新闻来关心有关228相关的新闻消息。今仔日是228事件73周年的纪念日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头一摆出席追思纪念仪式，不过伫个致辞的时，伊却将这个228追思纪念会讲作是823纪念会。冇参加这场追思的这个民进党议员呢，林志宏就骂讲啊，这是对228受难者上界大的侮辱。啊，有受难者的家属真无奈地讲，啊，真正若无心，归去就莫来。 228事件追思纪念仪式现场气氛沉重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头一次出席。今日是82373周年，来这个追思会。致辞时，就出现口误，甲228讲作是823纪念会。今日是82373周年。现场来宾拢讲起，参与的民进党议员是真愤怒。却讲823的这个纪念。 还讲了抗日的活动是对受难家属最大的侮辱。受难家属无法度接受市长出现这款的错误。有的人就讲要去问伊什么叫做爱与包容的意思是什么话，主题都唔知影，敢讲会对？不过韩国瑜伫会后，也佫讲家己无讲唔对。从头到尾都说228，所以这是这么严肃的追思，怎么会这样讲话呢？不过无到1点钟，伊家己佫录一段认错影片。 因为专心在致辞的内容，所以这个口误我感觉到非常的抱歉。高雄市大家长第一次来参加228追思纪念会，就甲事件讲唔对去。虽然韩国瑜事后有诚心的道歉，不过这次的口误也是让人观感无好。